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罗敬伟，我要参选新竹市的党代表，我的号码是4号。罗敬伟一路从志工到现在现任为新竹市总服务处的总干事，一路以来努力不懈，亲力亲为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。罗敬伟遵循着柯主席说的，政治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。民众党的党章也说，对内要强化国家治理，以心力除弊，要争取台湾最大的利益。一路以来，我也深深认同这样的理念。从未创党时期，一路就跟着阿北全台走透透。创党后，一路卖力辅选。民众党是中道理性的路线，是全民参与的政党。唯有让理念传达给生活周遭更多的好朋友，才能让民众党继续茁壮，政治文化持续改变，国家才会更好。因为罗敬伟一直替民众服务，所以支持罗敬伟替民众发声，让罗敬伟全力宣扬理念，团结地方党员，做好党发声的平台与沟通的桥梁。罗敬伟也愿意持续的深耕地方，请大家唯一支持4号罗敬伟成为新竹市的党代表，谢谢大家。